到大连了，哇，好冷啊！应该没啥蛮子，再眼睛看看你个高山。哦，箱子谁出来着？椅子出来着。我以后出来演出肯定不能带太好的乐器了。小楼你好，刚刚下飞机有点不适应，现在我觉得也没有很冷。上车了，现在先去酒店。我终于可以把这次的演出来跟大家说一下了。这次是大连这边一个茶楼，他们新开业没多久，里面平时就有那种江南丝竹的演出，像古筝啊、二胡、笛子之类的，但是评弹还没有，所以老板娘是想增加一些非遗的元素。我们要在这边唱3天，每天是1个小时，看看住宿怎么样。现在都是刷脸开门了，我来看看啊，开门中。哇，现在刷脸就能进来。可可啊，打了一个最低。哦，美玲啊，蛮好的，而且这个很有风味。看看窗外，哇，好高！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可可刺手，哇，一张马桶领的。马不停蹄赶到茶馆。哇，这个里面很有感觉啊。阿姨们课，这个茶馆真是大的不得了。老板娘说生意好的时候100多人喝茶，坐满的话200多个人。我知道大家肯定好奇这边的价格，那就和平江路山塘街比一比。基本上苏州的景区啊是38块钱一杯茶，点了才能进门，然后送2曲。这边是20块钱可以落座，先在这边选茶杯，然后选茶。铁观音12块，红茶20。那个啥个正山3盅啊，接了5块。那个山茶店是5块1盘，下头一排个6块，上头一排个是9块。那个是我拿的4样3吃加茶，40几块。难得也蛮会得弄的嘛。吃晚饭了，大家看一看啊，纯素食。会员5分钟开始，200多人的位置，高单子300个，全部售满。准备上着。